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正文的地方。那我们上一堂课呢，讲到62页的第一段，就是量理宝藏论云的这个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二段，62页第二段。再者，视察义的性相呢，也可安立为不依领纳及所依正因。那这里呢，就开始讲到说，就是视察义的性相。就我们前面呢，有讲到说，视察义的性相呢，一开始我们是安立说，对于已成为智之主要趋入境之法，即为单着意味的决定义的了知呢，是视察义的性相。那这边呢，就提到说，或者是呢，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呢，来安立视察义的性相。那一开始呢，就提到说不依领纳。那不依领纳的意思呢，就是不依靠着领纳。那什么叫做领纳呢？我们在讲出领纳的时候呢，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提到说现前的领纳。那现前的领纳呢，就提到说，像我们的眼根知，就是直凭眼知呢，直接圆到平直的时候呢，这就是它直接的领纳，因为它直接呢，就是了悟平直的这种方式，就是它将平直本身呢，就是完全领纳，然后用这种方式呢，是第一种，就是现前的领纳，是这里所讲的领纳。那第二个呢，我们所讲的领纳呢，主要呢是提到说呢，就是透由修力，就比如说像是慈心、悲心、菩提心等等呢，这些是由修力所生，或者说我们一开始呢是讲到说像是证得人无我的智慧。那证得人无我的智慧呢，它是一开始就有的吗？并不是的。证得人无我的智慧呢，它可能一开始呢，就是会升起对人无我的一种怀疑。那有了这个怀疑之后呢，然后怀疑慢慢变成了视察义。那视察义呢之后呢，又渐渐呢变成能够证得，成为就是由比度呢去证得。那比度不断的修行之后呢，又成为现前证得。那这是一种方式。那另外一种呢，我们就是透由闻思修呢，然后去证得人无我。那透由闻思修呢，证得人无我的时候呢，我们有讲到说，闻所成慧呢，就是所谓的视察义。那思所成慧呢，就是比度。那修所成慧呢，就是现前的地步。那这些呢，透由修力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呢，对于这个境呢，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了。从一开始的犹豫不决呢，然后到后来就是你能够了解它的大意，然后透由之后呢，由比度证得，然后最后呢，能够转为现前。那所以这边讲的领纳呢，最主要就讲到说是现前领纳和修力领纳这两者。那或者说呢，也有人讲说像是自证领纳，但是自证领纳呢，我们可以把它直接收摄在现前领纳里面。所以呢，这边所讲的不依领纳的领纳呢，就是不依靠现前领纳，或是不依靠修力领纳这两者。那这边呢，就讲到说不依领纳及所依正因。那我们之前呢就提到说呢，就是对于新的法类来说呢，它要能够证得对境的时候呢，要么就是领纳证得，要么呢就是依靠着正因呢，所依的正因呢去证得。那透由领纳去证得的方式呢，就提到说是现前证得的方式。那依着所依正因去证得的方式呢，就提到说是由比度的方式呢去证得。那透由比度呢，所依正因去证得一定是透由比度。那透由比度去证得呢，它又有分为，就是我们之前所讲到的，就是像依着呢世间就是服顺于世间的这些事项去证成的呢，是属于世事比度，或者说呢依着生生共取的方式呢去证得的呢，是属于集成比度。那就是说依照呢就是你所依的正因的不同呢，然后去安立了世事比度、集成比度以及性许比度呢这三者。那这边呢所讲到就是说透由原因呢，那原因呢就是除了刚刚所讲的，就是像透由这些服顺于世间的这种方式。那什么叫做服顺于世间的方式呢？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讲到说呢，没有因呢就不会有果。没有因跟没有果这一点呢，就是一般凡夫呢，就是一般人呢，就是服顺于世间的，就是所有人都承许的，就是没有因就会没有果，没有因呢就不会有果。就像没有火呢就不会有烟，没有妈妈呢就不会有孩子，这些呢都是世间所共取的。那透由这种方式呢，然后去以这个为正因呢，然后去证的呢，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世事比度。
所以呢，在讲到说不依领纳及所依正因的时候呢，提到说它是一个没有办法证得对境的这一种心法，因为呢，它没有办法透过领纳的方式证得，有没有办法透过所依正因的方式呢去证得，所以就排除了现前还有比度这两者。接下来呢，对于自知去路径直不错乱，那这边呢，我们就举例来说呢，比如说正得无常的视察意，或者说呢，我们直接讲说正得无常的文慧。那正得无常的文慧呢，第一个呢，它就是符合不依领纳及所依正因。它为什么不依领纳呢？因为它对于无常来说呢，就是正得无常的文慧，就闻所成慧。对于正得无常的闻所成慧来说的话呢，它一定不会是领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提到说，领纳呢是由现前去证得的这种叫做领纳，或者透由修力。那正得无常的文慧呢，它为什么不会是领纳呢？它对无常为什么无法领纳呢？因为呢，它不是根知，因为文慧呢，它一定是分别心，所以呢，就排除掉它一定呢不会是领纳。然后呢，它也不可能依靠着所依的正因。如果你是依靠所依正因的时候呢，你就是要透有一个正确的原因、正确的这种正因呢，然后去了解到，比如说别人跟你说为什么生是无常，因为什么什么的缘故等等，但是呢，他也没有透过这种方式，但是呢，他对于自知去路径呢，直不错乱。为什么说他对于他的去路径呢是不错乱的呢？他的去路径是什么？他的去路径呢，就是无常。因为比方说他是正的无常的文慧嘛，他对他的去路径呢，如同显现一般呢，去支持，因为他所支持的呢就是无常，然后他显现的呢是无常，他支持的也是无常，所以呢，他对于自知去路径呢是不错乱的。为什么呢？因为是无有错乱，如同说他显现的一般呢，他去支持，所以讲到呢，对于自知去路径呢，直不错乱。然后呢，一边呢，我们之前就有提到，就像刚刚讲的呢，正得无常的文慧。那这边正得的正呢，并不是说他真的说对这个境呢是无误的直取，只是说他有能够对他显现的境呢，能够无有错乱。那这种无有错乱的方式呢，它并不是透由像刚刚讲，它并不是透由根知，或者说透由正因呢去理解，它可能是阅读了很多佛经之后呢，然后对于佛所讲的呢升起信心，然后由此去理解到无常这一点。所以呢，它直一边的意思呢，就讲了，它对于声音是常还是无常呢？它是直它为无常，并不会去怀疑说它是常还是无常，然后升起这种直二边的心，没有，因为就已经讲到说它是正的无常的文慧，所以呢，它是直不错乱之一边。然后呢，讲到说亦未获得决定义，那未获得决定义的意思呢，我们之前已经讲到，未获得决定义就是说，他对于无常这一点呢，他并不是坚不得了之，他有可能随时会转变。虽然说他现在支持呢是无常的这一点，但是如果说别人透有理路或是各种原因呢去说服他的时候呢，他的内心可能会有转动，因为呢他对于这个无常的决定义呢，他并没有证得，所以才说他未获决定义，就是说他对他的对境呢并没有升起一个坚固的了知，只是大概的这种了解。然后呢，未得决定义是单着知，那单着知呢，它和分别心呢是同义的。就是一般我们在讲说单着知，你只要看到只要是单着知的时候呢，就知道说这个心法呢，它一定是属于分别知。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说视察义的性相呢，也可以安立为不依领纳及所依正因，对于自知去路径，只不错乱之一边，亦未得决定义的单着知。那就提到说呢，他对于他自己的去路径，就是无常这一点呢，还有一个大概的理解，所以呢，他能够不错乱，然后呢又是直一边，他并没有说去怀疑说，到底是常还是无常这一种，所以呢，由此可以安立说视察的性相呢，也可以安立这个。所以呢，这边我们就看到呢，就是视察义的性相呢，这里安立说不依领纳及所依正因，所以要把这个不依呢同时带入，就是不依领纳及不依所依正因呢。那不依领纳呢，然后自然呢就排除了现前呢是视察义这一点。那不依所依正因呢，就排除了比度呢是视察义的这一点。那
对于自知去路径直不错乱呢，那对于自知去路径直不错乱呢，然后就去除了错乱之呢是视察意的这一点。那一边呢不错乱的一边就去除掉了就是怀疑呢是视察意的这一点。那未得决定义呢就去除掉了凡是量还有凡是在觉知呢它是视察意的这一点。那最后呢讲到说了知单着的了知，那单着的了知呢就表示说视察意呢它本身呢是属于分别知。在这里呢，就讲到说透由领纳及所依正因去了解，事物的时候呢，那其实对于世间人或者说对我们来说呢，其实是都有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不过呢，就是都有透由领纳以及依靠所依正因呢，就是透由这样的作用呢，然后去了解外境。那对我们来说呢，其实都有。不过呢，我们没有去用这个名词而已。那以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比如说呢，我们会知道说，哦，这桌上有瓶子，这个桌上呢有什么东西，有笔，有书本，然后呢那边有什么东西，然后这种有是什么个有法呢？就是透由你眼睛看到，所以你知道说这边有桌子，这边有瓶子，这边有什么东西。那这种了知方式呢，就是所谓的就是透由呢领纳呢，然后去了知的。那依靠着所依正因去了知的这种方式呢，就比如说呢，现在来了一个人呢，然后呢，这个人呢，他是小明的，他到底是小明的朋友，还是小明的爸爸、小明的亲人，或者说这个东西呢是小明的什么东西？小明，然后这个呢是小明的家，这是小明的朋友的家。那这种东西呢，我们是没有办法透由我们的根知直接去领纳了知的，我们一定要透由原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他是不是小明的妈妈，我们不知道嘛，因为我们不可能直接看到小明的妈妈把小明给生出来嘛，所以这个人他为什么是小明的妈妈？问到为什么时候呢？你一定会有个原因嘛，因为什么原因，所以说他是小明的妈妈，因为某个你信任的人呢跟你说，哦，这个人是小明的妈妈，是别人说什么什么什么，你的原因就是因为，哦，这个应该是小明的亲人，这个应该是小明的家，为什么呢？因为某某人这样子说，原因就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某某人这样子说，所以这个呢，就是透由所依的正因呢，然后去了知。所以透由我们的经验来说呢，透由领纳呢去了解外境，或是透由所依正因呢去了解一件事情呢，就是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不过呢，我们没有透由这样的名词，没有使用这个名词之外呢，那其实呢，这种作用是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乃至说一般世间人身上呢，也同样都是有发生的。那所以呢，我们在讲述到视察意的时候呢，那我们心绪中什么时候会升起视察意呢？就是你对这件事情呢，你没有办法肯定，但是呢，你会升起一个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大概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就像是我们在学佛法的时候呢，那你学了很多的东西，但是这些我们并没有坚固的去证得，或者说透由领纳，或者说透由所依正因呢，然后能够获得它的决定义。我们只是升起一个应该是这个样子，大概是这样子，这种想法呢，就是所谓的视察意。所以这些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些，无论是领纳，或是所依正因，或者说像是视察意这一些呢，就是其实在我们身上呢，都是有这些了知的。但是呢，因为我们不认得它，不晓得说透由这种方式呢，去了解到外境呢，叫做透由领纳透由领纳去证得。那透由这种方式去了解呢，叫做透由所依正因去证得。那我大概了解的这种状况呢，叫做视察意。我们因为没有学习的缘故呢，所以并不知道说它的名字呢叫做这个。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作用呢？其实是有的。就比如说呢，没有人，当一个人呢，他没有学习佛法的时候呢，那他内心之中很生气的时候呢，他并不晓得这个东西就叫做嗔心，因为他不晓得生气的这个名词呢，以佛法名词来说叫做嗔心。或者说我们以刚出生的小朋友来说，刚出生的婴儿或者说一两岁的这种小宝宝呢，就是他对于说他身上穿的衣服，或者说他的手、他的脚呢，他并不知道这个东西叫衣服，他也不知道这个叫做手，这个叫做脚，但是他有没有使用到呢？其实是有使用到的。所以我们呢，心绪之中也是会有透由领纳去了解的东西，或者说透由所依正因去了解，或者透由视察意呢
这种大概的了解呢，就是我们心绪中都是存在的，但是呢，我们并不晓得呢，这个就叫做视察意，或者说不晓得这个叫做领纳了知，或者说这叫做透有所依正因呢，然后去了知。那所以呢，接下来呢又讲到说，就是此处呢所谓的领纳，就是刚刚所讲的不依领纳，这边所讲的领纳呢，然后呢有三种，然后呢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透由修力呢所生的任运的领纳。那透由修力所生与任运的领纳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透由呢我们一开始呢就是视察之呢，透由视察之一开始呢先去了解到了就是无常。那这个无常呢，然后之后我们可以透有比度呢去证得。那比度证了之后呢，那你又不断的串习之后呢，然后透由现前呢可以证得的这一种呢，叫做修所生与任运之领纳。那当然，修所生与任运之领纳呢，它同样呢也是不与异共相混合之清晰领纳。那自证之领纳呢，也是应该说自证之领纳呢与不与共相混合之清晰领纳呢，刚刚有讲到说，自证的领纳呢，它可以收摄到不与异共相混合之清晰领纳。所谓的不与异共相混合之清晰领纳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现前的领纳的方式，就像是我们直凭眼之呢，直接看到瓶子这种，它不掺杂的异共相，所以它可以很清晰的见到瓶子的这种呢，叫做不与异共相混合的清晰领纳。那直凭的眼知呢，它虽然说它具备清晰领纳这一种，但是它不能够称之为叫做修所生与任运之领纳。为什么？因为它不是透由修力而生的，它是透由我们的眼知，透由眼根呢，然后升起眼知，你就可以证得的方式，所以它并不是透由修力所生的。那自证之领纳呢，与不与异共相混合之清晰领纳呢，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自证之领纳呢，它是可以收摄在不与异共相混合之清晰领纳。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呢也是属于现前，所以它是可以收摄在现前领纳。但是这边呢特别把自证领纳拿出来讲述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在讲述到像直凭眼知，它在直持平持的时候呢，它是不与异共相混合的清晰领纳。但这时候呢，它净和有净二者呢还是有所区别的。它的净去它的有净呢去领纳净，但是自证之呢，它的领纳的时候呢，它的净跟有净二者呢是无有差别，因为他说领纳的就是有净嘛，所以他说领纳的净跟有净二者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呢，才把自证的领纳呢特别拉出来讲，但是它本身呢就是属于这种现前的领纳。那第一个呢，修所生与任运之领纳呢，这个可以理解为像是语前现前，就是像说我们所讲的色魔他这一种。那修所生与任运的领纳呢，举一个例子来说，就像是我们的皮鞋或是牛皮，如果说呢你每天呢都拿那个鞋油来擦，或者说拿那个油呢擦在牛皮上面的时候呢，你天天去擦的时候呢，它这个油呢会渗到那个牛皮里面去，然后擦久了呢，这个鞋子或者说这块牛皮呢，它自然而然呢就会一直都就是这种亮亮的光泽，就会发亮的这种光泽。但是呢，它这个跟你只擦一天油的那种状况呢是差很多的，所以才想说透由修力所生的与任运的领纳呢，它的特色就是它一定要透由修力所成，所以才举说像是色魔他这种。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呢，就是这里呢虽然是把领纳呢分成三种，就是修力所生的领纳，然后呢自证的领纳，还有说不异共相混合的清晰领纳。那刚才讲说第三者呢就是属于现前领纳。那也讲说，因为自证分呢，它本身就是现前的缘故，所以可以把自证之领纳呢，然后融摄到就是现前领纳里面。那为什么这边讲说自证之领纳呢？因为就提到说自证分会提到特别拿出来讲的原因呢，就是像刚讲到了，它的净和有净呢是属于二相隐没，就是我们在什么时候呢会提到说二相隐没这个词呢？那在讲到二相隐没会用到二相隐没呢，一个就是提到说净和有净两者呢二相隐没，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提到说像是真实存在，或者说像是世俗和真实二者呢这种二相隐没。那这两种呢是完全不同的意思。我们提到说净和有净呢二相隐没的意思，就是说以自证分来说呢，它的净和有净二者呢是一的，所以提到说它净和有净这二相呢，它不是相异的，它是一的，所以提到说二相隐没。
那这个呢，跟我们提到说正的空性的智慧呢，它对于说像是自性成立，或者说它对于说世俗法这一些呢，是二相隐没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因为呢，在正的现正空性的智慧之中呢，不会有任何的世俗或者说地识的存在。那这种的方式呢，也是一般讲的二相的隐没。但是现在所讲的就是自证分所指的二相隐没，并不是提到说像是地识或者说像是世俗这种二相隐没。他所讲的二性隐没，纯粹就是提到说它的境和有境呢是没有差别的缘故呢，所以提到二相隐没。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才把自证领纳呢，然后拉出来讲。但是如果不特别讲的话呢，它本身呢就是属于现前的领纳。那所以讲到呢，视察义呢，它不依此三者，就是它不会是以上所讲的三者的领纳任意。那接下来呢，下一段呢就提到说，如果呢性相是放刚刚所讲的这样子的话呢，那就作者说呢，他本身是想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只要是觉知，就是只要是新的法类的话呢，就不会周遍是七种心类中的任意者。那为什么呢？因为比较容易了解的呢，像说是安住不净的三摩地。那安住不净的三摩地呢，我们就是一般我们讲说的不净观。那什么是不净观呢？不净观就是将大地呢，就是全部都视为骷髅。那主要呢是来对治贪心的，所以把所有的一切呢都视为是骷髅的这种禅定呢，所以叫做安住于不净的这种三摩地，就是我们讲的不净观三摩地。然后呢，即学者心绪中的大悲。那这边的学者呢，指的就是说众生心绪中的大悲，就是有学到有情，并不是像我们讲说像是小乘的有学到无学到这种，或者说并不是这样去分别。这边讲的学者呢，指的就是说凡是未成佛的有情心绪中的这种悲心。那为什么说未成佛有情都叫做学者呢？就以小乘的阿罗汉来说呢，他还是没有到圆满，因为他还是要，虽然他还是要去学习大乘的法类，所以呢才会讲到说，这边指的学者呢，就是骗子，就是未成佛之前的有情。那未成佛有情心绪中的这种大悲，或者说呢，那大悲等方便种类，所以就提到说像是大悲啊、事无量啊、菩提心啊、布施持戒等等呢，这些呢都不算是都没有办法归类在七种心类里面的七种心类中的任何一者。这边呢，就是要解释的话呢，可以广解，但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还是下课会比较合适。所以关于这部分详细的解释呢，我们下一堂课再来做广解。